有緣人，你哋好，今日係5月17號啊！我講你聽賽馬貼士視頻，我係華先生，你哋好。今日沙田咧有11場賽事㗎，我先講第3場5班嘅12米，1號果然僥倖，隔14日跑4檔可以守住好位跑嘅。咁啊，呢啲馬嘅質素有限公司咯，得個博字，機會都係3344。2號紅海風帆。落班穩減7磅騎師跑好嘅，但有馬同佢鬥搶放喎，加上嘅加上咩1、2、3磅冇咩優勢㗎，即係佔唔到優勢意思。咁啊機會都係微咯，我認為幫馬搶放啊嘛。4號首進剛跑完，佢跑第4副靚嘅技馬係唔叻嘅，隔兩個星期再跑，但對手多咗，機會都係微啲啦。7號百里王成場一檔守住3、4位跑，最後尾。全力拼搏都係跑第2，仲要負一個馬位，以盡所能啦。所以今次咩輕到6磅，上次咩1、3、1磅，呢次咩1、2、5磅，繼續係好位，即係2檔可以守住好位擺前走，但有馬同佢鬥搶放，加上質素有限公司嘅馬難言穩陣啦，因為用咗李威成場，所以都係唔要。9號城中勇士成場粗魯步速，全程領放贏咗，但今次咧佢係10檔差。因為成處8檔，今次10檔嘅，加上呢組馬有多馬搶嘅，咁啊，所以佢機會都係微啲咯，即係用咗體力㗎嘛成場。咁10號快樂寶寶喺5班跑咗7次，最叻先得個2個第3，未識贏嘅馬，佢跟住轉沙田跑，因為佢轉咗倉㗎，跑咗成次跑咗㗎。咁啊，3檔係好位嘅，佢應該會嘗試擺前或者跟。好位走啦，即係守住好位走啦。但係能力有限嘅馬對住呢組對手都唔弱嘅喎，所以要睇對手跑得點先啦。咁我認為機會都係微嘅。11號東方寶寶宿情好嘅，但隔4日跑喎，咁睇嚟係咪足夠應付咧？小心為妙啦。12號戰旗飛跑咗17次。先得個第3，即係成場開第3，咁啊質素肯定冇咩㗎啦呢隻馬，或者可能早熟早產咧，咁啊可能或者你哋認為佢而家先熟咧，但我認為佢冇乜質素嘅馬，所以我唔揀佢。第3場啊，6號藍雀爺，5號後無來者，8號順意，3號快樂高球。第4場4班12米，2號馬。開心孖寶佢成場跑第7，負3個幾馬位唔叻咯。呢次係咩重磅9檔位差，削弱機會。3號大勇勝跑過1次走勢線差，繼續以賽代操。5號女神成場毫無走勢，10檔位差，繼續跑下先啦。6號閃電奇進第1次參與競賽，試大閘走勢普通，12檔位差寬忙。7號駿馬之光跑咗8次，4甲1日，隔咗14日再跑喎，對手強咗，唔要。9號又有心得，跑咗3次，走勢都係線差嘅，講真嚇，繼續以賽代操啦，冇嘢講。10號天天更好，成場跑第2，負3個幾馬位，有啲多啊。如果佢有分有質素嘅，唔應該輸3個幾馬位嘅，所以呢組對手都唔弱，我認為嘅機會。都係比盡啦，都係3344。12號怪獸波士跑咗5次，走勢線差，雖然排一檔咩超輕磅，因為減7磅騎師跑嘛，睇好似有隻數係咪？但係都未有表現嘅馬，未有能力見到，加上對手都係強嘅呢組，所以你哋要揀佢咧，最好睇臨場嘅飛。如果喺15倍左右咧，可以跟進啦你哋。第4場。8號你知我保，4號星光大道，1號和道風，11號小魔怪。第6場3班12米，4號正本巨星1、3、1磅試大閘，冇咩特別好嘅走勢，11檔位差，機會打折扣啦。5號天外迎天68分，評分係冇優勢嘅，加咗12檔位差，但佢繼續跑下先啦。6號勁無限試大閘，走勢普通。留意競賽中走勢。7號飛馬座1、2、8磅，穩減10磅騎師跑，好
好嘅，孭輕10磅。可惜10檔位差，有馬同佢鬥搶貨，加上呢隻馬季初贏咗，跑到而家都入唔到前3名。即係我認為嘅質素唔係咁高咯，唔係想象中咁高啊！所以呢次都要考驗㗎，適宜觀望啦。8號長勝金剛轉咗倉，加上漏咗鼻血，漏過鼻血啦。咁啊，四大集嘅走勢係普通，不利因素存在。即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都未有表現嘅馬，雖然排一檔係咪？但係你想搶人哋孭輕個磅你嘅，即係俾你孭輕啲磅嘅，人哋會搶放佢兜。你都未有表現，所以呢啲馬估下都係唔要。9號本領多好，四大集見唔到有好嘅走勢，但外國跑咗9次先贏得個 win 喎，4個第2，拼得多，加上我認為係中距離馬嚟嘅，即係中距離馬1600、1800嘅。咁啊呢次會唔會開氣咧？我認為等你跑下先咯。11號有備而戰，跑咗2次，走勢極之普通，加上漏咗鼻血，9檔位差，不要28啦，係咪呢啲馬？12號鋼鐵安防跑咗3次，走勢閃差，跑咗差唔多2個月，梁家俊佢呢隻馬出咗3次，梁家俊跑3次，但呢次佢冇揀喎，唔知點解，所以有疑問都係唔要。第6場咧，我揀就係10號。傑出雷霆啊！呢隻馬都係大熱門，不過咩磅啊又着數啊，狀態 top fit 啦。咁啊，對手咩重磅，所以我覺得佢都係有機會贏嘅。1號苗寶，2號星月飛雲，3號健康快車。咁啊，第7場4班1400米，1號自動自覺13磅繼續穩減10磅騎師跑。好嘅，但係9檔位差喎，跑法被動，要放頭走嘅，都有馬同佢鬥搶嘅呢場馬，有馬放㗎同佢，所以我覺得佢佔唔到優勢嘅，可以唔要。4號實力加跑咗10次，最多得個4個第3，連第2都冇嘅，質素肯定唔係想象中咁高啦。我又等佢繼續以出代操先啦。5號美思怡。冇病冇痛，跑咗2個幾月先出嚟跑，小大集冇咩特別好走勢，而家係增程嘅，佢跑之前跑1200㗎，而家跑1400啊嘛，加上14檔位差，稍有機會啦。6號力勝跑咗2次冇乜走勢，增程啱嘅，可惜11檔位差，繼續跑下先啦。8號海戰石跑咗4次都冇乜走勢㗎，都係跑1000、1200嘅，咁呢次增程1400啦，我諗都係試馬性質啫。因為13檔位差點跑啊！9號皇帝英豪跑咗15次先贏得到邊，第2、第3都冇嘅。轉咗倉，文家良跑咗1次好似，咁呢次第2次嘅都係真情跑嘅。咁喺跑馬地贏開，而家跑沙田，對手又強啲，再加上佢質素有限公司嘅馬，係咪10檔入位差，口源大，不要28啦，係咪先？10號韋小寶跑咗5次，走勢普通，加上操練唔夠連貫性，可能就有啲問題，小心為妙啦。11號萬事勝利跑咗7次，3甲不入，繼續以賽代操啦。12號龍澤飛區呢隻馬咧，佢走左前腳啊個球節啊受咗傷嘅，佢休咗有4個幾月，但係佢市大集咧個走勢都係冇咩睇頭咯，我認為佢1400。啱跑嘅，跑咗幾個月啊嘛，2檔又好位嘅，但係佢43分咧係冇優勢咯，呢個評分，加上對手都係好強㗎，所以我認為機會都微嘅。除咗對手跑得差啦，佢咪有機會贏咯。我認為佢個機會都係4、5名嘅啫。14號超智多寶啊！呢隻馬佢跑咗7次毫無走勢，12檔位差，唔要啦。第7場。我揀2號哥倫布，3號8000好運，13號海王，7號巴閉哥。今日值得投資我提供咩咧？就係1年4批啊。第3場6號藍雀爺，我認為呢隻馬咧，佢成次跑地，你轉咗倉，跟住跑馬地，第1次跑啊轉倉之後，咁呢次跑翻沙田
我認為佢會前庭放嘅呢隻馬，或者守二三米。如果放唔到出去都守二三米嘅，即係守二三米跑嘅。但係呢組對手唔係咁強嘅，除咗嗰隻成場跑泥地，騎極都唔肯走嘅，即係唔知係咪唔中意泥地突然間啊？嗰隻後無來者啊，騎極都唔肯走喎。咁打邊又好，推都係維持個速度嘅。咁但係呢次咧，佢又冇真情跑。咁搞就跑翻呢個1200米，佢又跑即係抽到一檔啊，肯定好跑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最大機會就係輸俾後無來者啫，林隻爺，所以一定有批嘅。咁第4場8號你知我保都係㗎，佢成次咧初出有飛，漏閘，布文啊放棄啦，係騎得好遠嘅，即係好唔係好遠啊，係好幼過啊，即係好遠嘅，即係冇話點樣逼啊咩求其嗰種。由馬好啦，我見到佢，跟住佢跑馬地，梗係唔使揀啦，跑俾佢跑，係咪先？擺到明係回一場先俾佢，跟住而家再谷個馬跑翻沙田，所以我認為有機會贏個馬，好啊！祝各位啦，有緣人啦 ，VinQ 齊中啊！多謝你收睇，多謝你繼續支持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